来看行政院伫2天前发表台湾企业甲人权国家行动计划，今仔有民间团体是开记者会批评讲，这个计划有做到的部分无到1成，呼吁行政院应该爱定时间表，好好落实。NAP，Stop Napping，Stop Napping。2年前世界人权日的时阵，行政院发表台湾企业加人权国家行动计划，简称 NAP。2天后，民间团体检视 NAP 的执行状况，发现达成率敢若9%。2020年的企业人权行动计划，与其说是一个行动的一个宣示，不如说它就是一个政令宣导成分高的这个政府文件哦。民间团体表示，行政院承诺的11项未来推动措施内底，敢若1项的完成度有较悬，有7项完成度较低。譬如计划内底讲，为着解决台湾下国企业伫国际上的争议，要强化核挂管辖的制度。不过，大数企业的钢铁厂伫越南造成污染，当地居民2019年以来向台湾法院提告，到今也无法度实质审理。如果在当地无法寻求到司法救济的时候，他就必须要回到企业母国来寻求救济。但是我们并没有将这样的窗口确实的落实打开。民间团体认为，虽然政府这几档有提出几个人权公约的国家报告，但是有关有3项联合国人权公约也未正做国内法。呼吁行政院应该要赶紧确定刷落来时程，确实落实计划内容。记者林书曾派文台北报道。